大家好，我係 Melissa， 我係一位基因組學營養師，同時都係一位追求身心平衡同正念生活嘅實踐者，所以你可以叫我做靈養師，因為我關注嘅唔單止係營養，仲係靈魂嘅滋養。我嘅工作咧，可以令到我從基因層面更加認識身體嘅需求，而作為4個孩子嘅媽媽，同埋一個好鍾意持續學習嘅人，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咧，一個人嘅健康係一個整體嚟嘅，我哋身體嘅狀態會影響到我哋嘅情緒同埋專注力，而我哋長期嘅壓力同埋情緒波動，亦都相反地會喺身體留下好深刻嘅印記。所以我關注嘅係點樣用科學嘅營養為身體打造一個堅實嘅基礎，同時亦都為我哋複雜嘅內在系統，包括我哋嘅情緒同埋認知去提供支持。就好似照顧一個生態系統一樣，需要全面嘅平衡。今日我就想邀請你同我一齊去探究一個理念，點樣用91年嘅時間，將呢一種整體觀從一個直覺變成一個科學支持嘅系統。我哋一齊返去1934年，返到上世紀初嘅上海。當時嘅營養科學先至啱啱起步，維他命呢個概念都係啱啱先至被人發現。呢個時候有一個充滿好奇心嘅年輕人卡爾宏邦，佢嚟到上海，做咗一件好厲害嘅事。佢冇帶住西方嘅科學嘅優越感，反而好似一個學生咁謙虛咁樣向當地嘅傳統同埋智慧學習。佢觀察到農民會食紫花苜蓿嘅根部。大家要知喎，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習慣，而係一個經過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人體實證嘅結果嚟嘅。呢啲唔係迷信，其實可以話係最早期嘅人群流行病學觀察。佢哋當時唔知乜嘢係維他命 B 群，亦都唔知咩係礦物質，但係佢哋知道食咗呢啲對身體會更加有能量。卡爾最犀利嘅地方就在於佢做咗一個翻譯官，佢嘗試將呢一種身體嘅語言翻譯成為科學嘅語言。你哋試諗下，佢當時面對咗幾大嘅挑戰，點樣說服一個只係相信化學合成藥物嘅西方世界去接受一種來自東方未經處理嘅草藥概念呢？佢嘅解決方法就係發明一套新標準。佢唔係就咁將食物曬乾磨粉就算，而係開創咗一個植物濃縮素嘅提煉技術。意思即係話佢嘗試用工業化嘅方法去保留同濃縮自然界嘅智慧。喺當時嚟講，真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革命啊！到我哋今日回顧返，就會發現卡爾宏邦呢一個概念同埋理念真係好超前。現代營養學越嚟越強調全植物營養同植物化嘅學問係非常之重要，即係存在於完整食物入邊，佢嘅能量都會互相有協同嘅效應。呢一個合成營養係冇辦法完全被取代嘅。而卡爾已經喺100年前已經實踐緊呢一個理念，所以呢一個理念同埋實踐就教識咗我哋要尊重傳統嘅智慧，但係都要用科學嘅方法去探索同埋驗證。呢個就係真真正正嘅創新嘅來源啦。時間又返返嚟21世紀啦，當時嗰份嘅信任同概念，究竟而家會變成點樣呢？原來搖身一變，變成為一個叫做神農系統嘅數碼化大腦。講到呢度，你千祈唔好以為佢只係用下無人機去種田咁簡單。等我同你逐一拆解一下啦。首先就係有衛星嘅遙感，佢好似幫呢個成個農場做咗一個全新嘅 CT scan 掃描一樣，用一個宏觀嘅角度去檢測成個植物群落嘅健康。然之後亦都有無人機嘅傳感器。呢啲就係周圍走嘅神經末梢啦，專門會收集每一塊小區域嘅微環境數據。然後我哋亦都有 AI 嘅人工智能，佢就係一個非常之強嘅大腦，負責處理啲海量嘅數據。佢唔係要控制自然，
而係要不斷地深度學習緊大自然嘅規律。呢套 AI 系統可以預測到病蟲幾時會危害同埋爆發，亦都知道幾時係最好嘅收成期。呢個核心嘅目標就係要達到知道幾時係最啱嘅時間、最啱嘅方法，同埋可以點樣拎到品質最穩定嘅植物原料。作為一個科學嘅工作者，我覺得呢個先至係科技最尖端嘅應用。佢唔係要征服自然啊，而係要成為大自然嘅知音，同佢搭住上，可以有一個協同嘅工作效應。而呢一套系統出咗嘅果實就係我哋嘅漢本瑞啦。漢本瑞代表咗另一種更深層次嘅融合啊！好多人都會覺得漢方唔科學，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誤解嚟嘅。現代科學正在透過網絡藥理學嚟理解漢方。咁即係咩意思呢？傳統嘅西藥咧，通常都係一條鎖匙開一把鎖，即係呢一個單一把點嘅概念。而漢方嘅草本嘅特點咧，就係多組份多把點，好似咧一隊交響樂團一樣。枸杞、靈芝裏面嘅各種活性成分係有協同嘅作用噶嘛，一齊調節到我哋身體多個生理嘅通路，從而咧實現到一個更加溫和啦，同埋更加系統性嘅平衡嘅。漢本瑞做緊嘅係乜嘢呢？就係用神農系統確保呢一隊交響樂團嘅每一位樂手，即係每一棵嘅植物啦，都處於最佳嘅狀態。再用現代嘅萃取技術，精準咁樣咧，將成篇樂章咧譜寫出嚟。佢唔係玩緊神秘嘅主意，而係用緊科學嘅語言去注譯翻古老嘅生存智慧。所以當我為我同自己嘅屋企人作出選擇嘅時候，我選擇就唔係單單憑一個感覺咁簡單啦。我選擇嘅會係一個經過百年嘅遞送，而且咧用當代尖端科技武裝起嚟嘅品質管理系統。而我身體選擇嘅係經過科學驗證嘅有效成分，而我為內心選擇嘅咧，就係對呢一份嚴謹嘅過程信任之後所帶嚟嘅一份安心。以下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咧，我剛剛上個月咧去咗呢一個無錫嘅有機中草本研發中心，我哋親自咧落田咧去採摘咗呢一個新品種嘅杭白菊，叫做美花1號。呢度係喺無錫柳吹來嘅中草本研發中心，呢度所有嘅耕種都係有機，種出嚟所有嘅植物都係有機嘅。我喺背後呢一塊田就係美花1號啦。美花1號係全球獨有嘅柳吹來培植出嚟嘅，比起杭白菊入邊嘅萃取物更加多10至15倍，好犀利啊！呢一個新品種嘅杭白菊咧，比起傳統種植嘅杭白菊入邊嘅萃取物咧，係高出10至15倍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喺度採集緊呢啲嘅杭白菊花啦。我哋可以採呢啲啦，已經盛放咗噶啦。哎呀，跌咗添。另外咧，我哋都可以採摘胎菊嘅，就係好似呢啲咁樣樣啦，仲未開嘅胎菊咧，就好適合攞嚟泡茶嘅，好靚啊！講到未來咧，柳吹來唔係得個講字噶。佢哋真係拎出咗實際嘅行動，而且係一個好大嘅行動。佢哋嘅全球總裁喺2025年親自宣布咗中國首個柳吹來自有嘅有機農場正式落戶咗喺四川啊！為咗揾個最靚、最適合種中草藥嘅地方，佢哋嘅科學家團隊真係行都行到腳軟㗎。佢哋走訪咗全國10個省、25個城市，篩選咗40幾個候選嘅地點，最後先至揀中咗天府之國四川。你問點解要咁大陣仗？
因為佢哋深信有機嘅農業先至係可以保護土壤、保護地球，最終守護埋我哋嘅健康。呢個農場唔係普通農場咁簡單，佢將會專注喺中草藥嘅有機種植同埋創新。佢哋嘅有機種植有9大原則，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條就係要將農場視為一個有機體，裏面所有嘅元素，由泥土裏面嘅微生物到天上飛嘅蝴蝶，都要和諧互動。呢個理念同我哋中國人成日講嘅天人合一真係不謀而合㗎。講到和諧互動，就不得不提呢套越嚟越犀利嘅神農系統啦。呢個系統運用大數據同 AI 整合咗超過7萬個傳統中藥方劑嘅數據，同埋2萬幾種植物中草藥原料嘅資料。你可以試想像一下 ，AI 其實唔係控制大自然，而係透過深度嘅學習，成為大自然嘅知音。佢能夠偵測病蟲害幾時會爆發，知道幾時係最好嘅收成期，目標就係要喺最啱嘅時間，用最啱嘅方法，攞到品質最穩定嘅植物原料。咁樣落去，我哋嘅未來會係點嘅呢？作為一個基因營養師同4個小朋友嘅媽媽，我見到嘅係一個預測性同埋個人化嘅健康新時代。想像一下，神農系統未來唔會只係同四川嘅農場嘅植物對話，佢會開始同我哋每一個人嘅基因圖譜、腸道嘅菌群，甚至係我哋嘅壓力水平進行深度嘅學習。AI 可能會好貼身咁樣提醒我，Melissa， 根據你最近嘅睡眠數據同埋基因特點，你聽日需要重點補充某啲漢方嘅成分嚟支持你嘅精力恢復啊！呢個唔再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係真正意義上嘅主動健康管理。健康將會被重新定義為一個充滿活力、情緒穩定、精神爽利嘅生活狀態。科學為我哋爭取更多高質量嘅時間，而智慧就教我哋點樣充分有意義地活過呢啲時間。柳翠來由一粒種子開始，到喺四川建立專屬嘅農場，再用 AI 神農系統將中草藥嘅智慧發揚光大，成條路都係堅持緊從種子到成品嘅理念。柳翠來唔單止係種草藥咁簡單，更係想打造一個綠色可持續發展嘅未來，同時亦都為我哋每一位鋪設一條通往真正整全健康嘅道路。所以我成日話，我為自己同家人選擇嘅唔係一種單純嘅感覺，我選擇嘅係一個經過百年歷代，用當代頂尖科技武裝起嚟嘅品質管理體系。我為身體選擇嘅係經過科學驗證嘅有效成分，而我為內心選擇嘅就係對呢個嚴謹過程嘅信任所帶嚟嘅安心。我哋成日講追求健康，到底健康係咩呢？等我話你知啦，健康唔係你手機 Apps 上面嘅一堆數字，健康係你朝早起身嘅時候覺得頭腦清醒、精神爽利，喺你遇到困難嘅時候個心夠晒強大，唔會輕易被打低，喺你同最愛嘅人一齊嘅時候，可以全心全意咁陪住佢哋，放低手機，活在當下。呢一次成百年嘅旅程，由卡爾宏邦喺上海開始，去到呢一刻今日嘅 AI 農地耕種，再去到就快實現嘅個人健康導航，其實成個過程都係圍繞住一個好核心嘅理念，就係對生命嘅一種尊重，同埋用智慧去滋養自己。我係營養師 Melissa， 多謝你同我一齊完成呢一個旅程。希望我哋每個人都可以運用科學同埋智慧，養育出一個獨一無二嘅自己，充滿活力嘅生命。我哋下次見啦，拜拜。